今日咧嚟到廣州荔灣白鵝潭呢度影一個保利星辰嘅項目。依家咧呢個盤咧就全部精裝交付噶啦，賣緊嘅面積咧就從38、42、55、65呢4個面積段嘅啫。呢個位置咧距離去翻1號線嘅坑口地鐵站咧就800米，5個站咧就可以翻到荔灣同埋嗰個越秀區嘅。可以見到依家賣緊嘅咧就身後呢棟公寓，佢總高咧就21層，3梯16戶，一棟落嚟咧先至得300零戶。呢啲戶數比咧喺公寓產品嚟講就相對會比較少嘅。依家目前清盤嘅單價咧就去到19000到22000左右一方。呢啲戶型喺市面上咧就租緊2500到4000蚊左右嘅。如果你有興趣嘅話，跟住鏡頭上去睇樓。呢個咧就係酒店式嘅9米超高嘅入戶大堂。你可以見到呢一種設計咧係非常之大氣嘅，左右兩邊咧呢邊2層梯，嗰邊1層梯上到樓上。呢一套咧就42方嘅，嗱可以見到佢1樓呢度咧大門口係呢度嘅，其實呢種咧都做咗雙鎖匙嘅設計，呢度1樓嘅門，2樓咧上去仲有一個門嘅。呢種間隔咧同市面上啲長條形又唔同啦，呢一種嘅話佢係方形嘅，所以你會見到個廳咧係比其他嗰啲30-40方嗰啲面積要大嘅。呢一套咧佢係55方嘅，同65方嗰隻戶型咧格局係一樣嘅，所以發展商咧就係做咗一個板間。可以見到啊，佢270度有雙面採光嘅，因為呢種咧佢係1層先得2戶，全部咧都係喺邊位嘅，而且咧佢係可以做到3房，1樓帶埋長輩間。呢種設計咧，如果話長輩過嚟住咧，就唔使話擒上擒落。樓上咧就做咗2間房，加埋一個洗手間，係完全可以做到3房2廳2衛嘅。而且廚房啊都係獨立嘅，有埋窗通到燃氣。如果話自己住呢種戶型咧，你覺得啱唔啱？此時此刻喺度了解緊廣佛兩地嘅公寓咧，就不妨點個關注，可以讓你足不出戶咧，可以了解到成個廣佛兩地嘅公寓盤。